自閉症譜系障礙，英文簡稱 ASD， 係一種神經發展障礙。患者喺社交溝通、情緒、行為同認知方面都有唔同程度嘅困難同發展遲緩。自閉症係一種譜系障礙，即係唔同患者嘅症狀同嚴重程度可以有好大嘅差異。自閉症譜系障礙嘅症狀一般喺嬰兒時期出現，但可能要到2至3歲時先會較明顯。自閉症譜系障礙有咩症狀？自閉症譜系障礙嘅顯著特點有2方面：患者出現持續嘅社交溝通同社交互動困難，以及規限性同重複性嘅行為或興趣模式。喺社交溝通同社交互動困難方面，患者可能會有以下嘅情況：社交同情感互動困難，例如唔善於同人開展對話同回應，難以進行雙向對話，例如單方面自說自話、離題，缺乏社交或情感交流，例如用手指向物件、對人微笑或展示物品等，嚟同人分享興趣或樂趣。缺乏同理心，難以理解其他人嘅諗法同感受。佢哋可能會出現非言語溝通困難，例如缺乏眼神交流，咁就可能令人覺得冇禮貌、唔感興趣或唔專心。語調異常，例如好似機械咁嘅單一語調。唔善於識別、理解同使用面部表情、姿勢同身體語言溝通。佢哋亦有可能出現建立同維繫人際關係困難，例如難同人建立同維繫友誼，對其他人唔感興趣，鍾意自己一個人玩或獨處。理解其他人嘅說話只按表面意思，難以理解例如笑話、反語、嘲諷或成語等嘅實際含義或言外之意，或者難以調節行為嚟配合唔同嘅社交環境，例如喺悲傷嘅場合大笑。喺規限性同重複性嘅行為或興趣模式方面，患者可能會有以下情況：刻板或重複嘅動作或言語，重複嘅肢體動作，例如拍手、搖晃身體、自轉；規限性同公式化嘅行為，例如按特定次序排列玩具或物品；異常嘅說話模式，例如重複一啲喺當時社交環境下無關嘅話語；固執不變，例如過分堅持某啲規則；可能對日常生活上細小嘅轉變感到極大困擾，例如嘗試新食物、改變返學路線、日程或環境。狹隘嘅興趣，佢哋嘅興趣狹隘或極度專注喺某啲主題，例如背日曆或巴士路線。對物件嘅某啲部分異常着迷，例如玩具車嘅車轆或公仔嘅頭髮。過高或過低嘅感官反應，
佢哋可能對感官刺激反應過敏或反應不足，例如對特定聲音或被掂到時出現負面反應，對痛楚、冷熱冇明顯反應，亦可能出現異常嘅感官偏好，例如過度聞或摸某啲物件，凝視轉動緊嘅物件。點樣治療自閉症譜系障礙？藥物治療，藥物可以改善自閉症譜系障礙嘅一啲相關症狀，例如容易發嬲或專注力問題。心理同其他治療，常見嘅介入包括培養社交同溝通技巧，教導自我調節情緒技巧，增強說話同語言技巧，減少妨礙日常生活同影響生活質素嘅行為，發展多元化或強化長處，或教導家長處理技巧。如果你想協助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嘅孩子，你可以提供規律嘅生活方式，幫佢哋預備應對日常生活安排可能出現嘅變化，保持恆常同良好嘅親子溝通，同醫護人員同學校工作人員緊密合作。親友嘅愛，孩子係感受到嘅。你哋嘅鼓勵、耐心同堅毅，就係孩子最好嘅支持、模範同引領。